要想知道你老公或者是老婆和谁在聊天，千万不要在微信上去查了。有闺蜜跟我聊天说，她老公最近每天回家都很晚，而且回到家之后也对她非常冷淡，就怀疑老公在外面有猫腻，也悄悄翻看过她老公的微信聊天记录，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老公真的在外面有什么歪心思的话，怎么可能把聊天记录留着让你去查看呢？早在回家之前肯定删得干干净净了。悄悄告诉你，有一个地方他是想删都删不掉的，而且还一查一个准儿。它就在我们经常刷视频的地方，你随便点开一条视频，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白色分享箭头，接着下面出现2排工具栏，我们按住最下面一排往左滑，找到这个私信点进来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页面，他和谁在聊天，你就会一目了然了。而且这个呢是系统自带的，他想删都删不掉。怎么样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哟。